我想事款后上太上宫，有吧大家好。耶，好，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土司总阿总顾吼。大家平常时吼，除咗食肉以外，还會食到青菜。唔過咧，大家雖然啲像係紅菜頭啊，有千多嘅營養嘛，有貝塔胡蘿蔔素；像係吊菜有千多嘅維生素 E， 還有類黃酮，很多嘅營養都底杯，做嘛該有人會動腦筋？為什麼？对不对？青菜这么可愛，到底為什麼要討厭它？可是就是有人動腦食青菜哈。因為老太家討論嘅就係，聊到青菜到底哪位定人腦？韓國你後生人用版來料理聊到青菜，因為你東方人有上到啥後生人老太家討論青菜用版式，眾上歡迎。好，首先小嘅係子怡。大家好，我是青島青菜都青好食嘅子怡。好，懂好，乖宝宝，你不應該來這集啊。好，第一首係小嘅係李家。大家好，我是唔好食蔥條還有韭菜嘅咖喱咖。咖喱咖，好，你剛剛食嘅東西青島裡面唔好食。好，第三首係小嘅係乾權。大家好，我是青島食韭菜嘅乾權。好，第四首係小嘅係惠琪。大家好，我係惠琪，我大紅都食。大紅都食，竟然叫用唔愛嚟。好，最尾一首係小嘅係小鳳。大家好，我是大川椒鹹菜麵嘅小鳳。這是乖寶寶代表哈，到底為什麼要來這個討論？動腦食嘅青菜都來動嘅太搞一輪哈。我就是要鹹菜。係啊，來檢討一下，到底哪位唔好食？好，兩片先看兩種圖片哈，當方吼係名方排名。第1名到第2名，大家動腦食嘅青菜，還有其他的蔬果類，有乜嘅呢？第10名蒜頭，第9名青椒誒，苦瓜誒，烏誒，洋蔥頭誒，啊，tomato、吊菜、蜜瓜誒，還有蔥誒，還有鹽水，呢條青菜地杯，大家要動腦食嘅麼？呢個？有我懂唔好食嘅蔥條，係洋蔥頭青腦食。唔講係唔好食嘅韭菜啦，係。做乜嘅？係咪佢兩啥都辣辣係冇？有一個米線，有一個鹹。尤其蔥條吼，我就吃到大白色嘅買蔥條，別嘅牛肉啊，也係豬肉啊，也係蔥條亂啊，就有一種。辣辣嘅米線，咩唔點買嘅米線就知道凍醋啊，唔敢食，係啊。即係個鹹凍醋係冇。假使唔過嘅生嘅就敢食。係生嘅就敢食，因為每次到洋蔥係講唔會煮過，就都得用，應該是說用生嘅食來食嘛。生嘅食嘅時間我就知道，嘅米線冇按辣掉嘅啦。唔過唔老一般人親像冇咁老嘅，一般人就會知道，嘿，生嘅佢辣辣啦。唔過嘅米線唔會知道，好像怪怪的，你知嗎？怪怪嘅。其實咧蔥條咩吼，生嘅係有浸過嘅冰水。有經過冰水，就唔會，因為它裡面有硫的成分，像類似硫磺這種硫的成分，就會刺激你的皮膚和眼睛，所以你就吃到爛爛啊粗粗。係，就粗粗的米線，尤其佢爆麥卵啊、爆麥青菜啊，一條嘅東西，還要吃到怪怪。不過炒過就真會有甜味啊。係啊，係啊。係錯懂難食咯。可能嘅三條有問題啊，三碼有問題。唔過像係凍凍東西都愛嘅，像多瑪多愛咩係，條擺就唔敢食煮熟嘅東西。唔過那個番茄，一般的番茄我敢吃，係啊，就乖乖。真係乖卡，乖腳，乖腳。係啊，跟其他人哋身康地位有乜解唔識嘅咩？乾橋。天母好食嘅吊菜，係。因為咧，好食啊。係啊，即係佢少講唔好食吊菜嘅。食起來吼，佢口感哦，軟軟爛爛嘅，係甜唔好食啦，還有佢嘅顏色啊。竟然殺痛叫嘅，咁咪痛咗。係啊，用整個就好味。如果外地凍凍唔好食吊菜，係吃到幾張嘅凍，幾張個凍劑啦。幾張個凍劑啊？係啊，出老唔強樣啊。係啊。買哪樣啊？生得先好看咯。你上來就唱吊菜。係啊，我吊菜真件凍凍然腦筋，因為煮到跳麵吼，綿綿爛爛，食起來口感，能糖硬糯米見咩凍腦食吊菜講，食起來像食皮咁樣流皮嘅。係啊，凍麵都食皮咁樣啊，真件都做埋一般人用擺落料理回去。像我這個是脆嘛，脆後蘸頭油是就一種方式，漢人都玩一起嘛，頭油底部都切蒜末啊。
汉南河一家缝其实吃起来就不会像鼻涕。有一种皮啊、牛皮啊，韩国上的梅头有冇？你掉出来就得先稍微炸一下，其实不会按绵绵呐。炸过之后用头油红烧，然后加一点高牛，和水妹呛酱油嘛，呛酱油韩国啊。有一家东西挺厉害，吃青菜，吃青菜，安也是东香。糖豆矮都肚子都绕到变杯浓去嘞。对啊，因为矮平常都不看，没会主食来吃啦。你汉人动加炒嘅一烘出来就会鱼香茄子。鱼香茄子有嘅高牛嘅梅头，咩有嘅雕出嘅梅头，咩唔会本嘅清香软软绵绵烂烂，係唔係？其當然嘅小朋友嘛嘅冇中意哦，加哦，佢哋上面哦，蒜頭啦、洋葱啦、苦瓜啦。咩瓜啦，一條咩嗬，全部凍好咗。跟住見會來咗麥雞啊？咩，因為而家上面排面咧冇嗌醬嘅啊，跟住多大醬麥雞？醬嘅係芽菜、花椰菜、白菜。白菜睇下你說凍好食係嘛？白菜凍好食。問題來了，唔係講福卡有人種白菜，然之後你講白菜要結定嘅點啊？白菜一般人都會烚來食嘛。烚來係啊，會挑油啊，沒毛病嘛，就全部用鹽水烚嘅安尼，就做出隻身嘛。係，問題個福卡要種白菜，然之後啲講咩嗬？嘅白菜得隻菜就要得隻菜蟲，白菜菜蟲咩嗬？最突然間係解爛。加落咪嗬，然後白菜嘅花上來圈用，滾唔出來，滾唔出來，係，然後呢一般咧菜唔用水洗，係洗睇到，記咩嗬？係安尼，你拿到水龍頭底下咪嗬，開水安尼去沖不掉，用蓋仔，我用水去撥，會來拔，係它的粘黏性又很強啲嘛，一條白菜咪嗬，假如咪嗬，它在成長過程中唔可以捉蟲嘅咩哈？最後它成長完成之後，它就是一個蟲袋問題嘛。講到安定人家，你個整朵全部係蟲誒，就是這樣。唔過苗紅咩要教啊？嘅洗白菜，天初要防法，係啊，要防法，多撲過來，然後戳下嚟，都水草底部戳下嚟，全部倒得出來。我跟你講，那很可怕，很可怕。你聽到不食自助餐沒哈？見到那不食都很強力，哎，其實咧，沙貝唔出，這個不卡斯，這個不卡斯啦，真嘅，那菜嘅蟲類全部蛋白質，你知嗎？你很棒。難怪小鳳按過。係啊，差你來，這蟲係啊。古時候一白菜先得人講，真嘅當得人講，不過加講到哈按到。除了這10大的蔬菜以外，有沒有覺得應該不應該出現在這個世界上？李家除了剛剛講到洋蔥以外，又給動腦係乜嘅？韭菜哦，做乜佢腦韭菜？家要講到咩？唔好食韭菜，係啊，因為應該喺講我要天天來去接觸啦，要韭菜就會每次都有一種迷思。你購買米奇就會很像人的味道，對，就是像是韭菜水餃的話，我又敢食。唔講嘅韭菜盒，我又唔敢食。我說，你都奇怪，韭菜盒嘅撈韭菜水餃都在那片冇用用，冇用用啊，就係伊個食菜。你在用鹼咧，你在用水。我唔知，我就知道呀韭菜啊，唔好菜嘅咩？我記得係有一項演過人看腦啊，嗰度。韭菜咩用講開菜嘛？係啊，開菜啊！用開菜然後都咩腦嘅雪裡紅啊！哦，奶青薑雪裡紅。我覺得他前世大概是欠韭菜的債。可能係種韭菜嘅。青島人講韭菜呢？真嘅做嘛咯？前世欠人嘅事，估到了，第二生我來反思啦，係咪？給你家出得了應該韭菜盒子，到底那有其他韭菜料理可以接受嗎？做唔得接受誒。其實我要天天去接觸啊，唔過像頭擺嘅時節，像一碗湯啊，底擺都有買加一條韭菜東西，我就唔敢食咧，因為我吃到一做乜解揀咯，即湯就好呀，人哋冇係啊。嘅芹菜啊，不如加芹菜啊，有啲會咩加韭菜，知道芹菜多啲，韭菜當定醬。係真嘅，如果當年咧客家半年就會揀啲嘛，半年捱做定呢？嘅半年咧你揀要多啲。因為如果我一槍食半年聽，就唔係這個韭菜咧。它全部浮在那個，就不可以浮在那邊。邊檔啊，很可怕，給自己咧。
其實我感覺我有故事，你知道都在食韭菜。有故事是怎樣？故事人生這麼難嗎？因為以前我唔敢吃韭菜，不過後來我吃高麗菜嘅水餃，就肚子痛。後來我就敢吃高麗菜嘅水餃，不過我後來就是韭菜嘅水餃咧。唔敢吃玻璃菜，嗰種之後先才吃韭菜。我哋會先食嘅高麗菜水餃，我肚子痛。先吃我吃到奧利度，你就唔會，你就懂啦，嘅玻璃菜。因為感覺韭菜很好。不錯，棒棒。對，有做得哈。最好是這樣，跟有其他你吃到嘅四季風應該冇愛純菜。剛下小鳳講到嘅蟹梨鳳，我就親唔好食蟹梨鳳。對，蟹梨鳳它不會做什麼嘅料理啊？就蟹梨炒豆腐乾啦，炒豆腐乾。係其實我咩唔好食豆腐乾，故事我就感覺豆腐乾那蟹梨鳳搭強下就會用在唔好食嘅東西。就是壞加壞。以前我係唔知嘅就按到蟹梨鳳，故事我就唔知個，原來我有唔敢食嘅東西。你爸都馬該菜都食。我真係都馬該菜都食，故事我咧就知原來係蟹梨鳳，蟹梨鳳就唔好食。好，剛剛談到大家講到青豆唔中意嘅搶出來，真的是不是有些青菜不應該存在？你觀眾朋友應該沒有想到自家唔好食嘅搶出來，動腦嘅搶出來，家家本件小食嘅搶出來，到底還有哪一條嘅搶出來？應該家家本件唔見體咧？你先聊一下，等下轉來再講了。給關群出的還有其他冇愛食嘅東西？還有啊，有菜頭。菜頭，菜頭，還有嫩瓜，嫩瓜，嫩瓜好像奶瓜，你都馬該奶瓜，嫩瓜啦，嫩瓜嘅啦，還有三色頭嘅。好，歡迎大家多轉來你後生太上工嘅節目現場哈。假如講到大家動腦食嘅東西，我本意夾夾唔見體嘅東西，除咗嘅蟹梨鳳以外。至於還有乜嘅？還有保鮮拍，用保鮮拍都好食誒，煮火鍋清好食。冇，因為呢保鮮拍就係冇乜嘅面試，故所以我就感覺，佢唔會做，佢唔會做。唔過我老理解就強用好食苦瓜。跳擺冇苦瓜啦。你師傅當做食補，真嘅，師用豆腐咧，就感覺劇校生的那種精神。真勁。客家人嘅刻苦耐勞嘅精神，是苦。嘅關群出的還有其他冇愛食嘅東西？還有啊，有菜頭。菜頭，菜頭，還有嫩瓜。嫩瓜。嫩瓜好像奶瓜，你都馬該奶瓜。嫩瓜啦，嫩瓜嘅啦，還有三色頭嘅。三色頭嘅啊，都冇味道啊，就唔好食。還有隻啱啲佢嘅水果，還係蔬菜呢，佢嘅토마토。為什麼？因為我老太家公用版型，佢樣嘅頭擺我係試後嘅時間，太了解。牛番茄係冇，試後嘅時間哦，地位都有蟲，最緊啊！我驚到我內心創傷我可以從個純班米班界的原因。遭被蛇咬，蛋白質。唔過你家對tomato咩動有要求係冇？係，因為像家下講嘅係牛嘅牛番茄啦，牛麻呀，睇嘅tomato嘛。唔過像我老關群佢用睇嘅tomato我就唔好食，唔過細嘅tomato我就懂好食。番茄，你就懂好食。係啊，不過，你吃到好冇？感覺哦，按重點呢？我是跟你同一個陣線的人。搞怪啦！按重點，這講哦，有良好的飲食習慣，我這樣。跟你這個沒冇良好的飲食習慣。冇相關啦，你係什麼樣然後我們是演講重點，這個吼，給師傅都冇食，像觀影師身體冇食吼，你很奇怪啊吼，因為按呢吼，給師傅有腦嘅，有吃到東頂嘅腦嘅香菜冇？英國愛講亞福卡有種嘅，白菜為什麼咧？亞福卡韭菜咧應該。亞福卡有一隻很較突然間嘅東西，等到睇出街就像阿爸種嘅嘅飯瓜。
个冬瓜，迄个冬奶饼对嘛？等到太出加下面吼，给佛卡按，这冬瓜按太条。太简单啦，系一千单对嘛？诶，创下俩下我是甲搬出来带咩？那结婚咩吼，全部去饭瓜过冬瓜。拜年人。其實我咩唔好食飯館呢，我唔好食一袋，那係一袋咧，我將佢用到綿綿。從南瓜濃湯。嗱，咱唔講，佢喺雅福卡煮出來豐盛嘅吼，已經就昏倒嘅。因為飯瓜太出加下運用嘅點嘛？煮飯加下飯瓜切好，飯瓜飯。吼，個做好個冰箱底包包有飯瓜先整過嘅，吼，隨時都會變化料理，喝南瓜湯，吼，冇就有個南瓜薑絲用炒嘅，有時就會煮排骨，係南瓜排骨，等到吃飽飯以後，再打一杯南瓜牛奶。哦，古英也是黃埔吃到飽呢。冬瓜咩？係有炒冬瓜，有冬瓜排骨，等到太出家下冇按到排骨就搶冬瓜。不過佢太出嘅時候，應該黃埔嘅食飯也是唔太好。哦，佢唔知佢邊唔會飯點嘛？冬奶餅。大盤商誒。冬奶麵強。真係買麵啊！係啊，食到會講他自己有講到嘅是黃埔啊，誒，烏嘅咩強用？是綿綿。唔係，烏嘅問題係其中咧變成鹹嘅，我是鹹嘅，其中咧變成鹹嘅，佢是甜嘅。你懂奇怪？這唔得將佢變成配嘅東西。架好搶菜麵，架好搶菜麵。你烏嘅冬後是有一個料理係攞嚟出到餡嘛，然後變那個香菇肉燥。芋頭甜，青後生，真的很好吃。佢鹹咩啊？佢還有用一些的鳳蟲頭去包香，香菇，我傾向。對，真嘅，太講都講到暗後生，你還冇愛食。有運動行完就好嘅啊。係啊，你行完客家料理呢？我咩冇講我唔是，我係看用版主。來，拖出去。係啊，料理。我冇年可以不停，你知道有乜個應該要消失的芹菜？你講我冇，我大紅都是啦。從頭先趙峰講緊南瓜，我知道我已經當好啊。如果我可以這樣，咩？跟我咪講一地方係很較昏倒，你話，你講南瓜對男人攝護腺很好，係咩？冇問題。兩係預防勝於治療。因為從細食張冇問題，可能。假是你冇食療，他就有問題。我講緊係咪要抽嘅？他可能就抽癌咯，嗱咁講。可能就冇嘅扮演咯。冇扮演，唔好講得暗嚟好。佢不如做乜家講到，還有唔好食嘅乜嘅？如果它真的要消失的話，我一直都會甜椒啦。為什麼？是我覺得一般人凍薑是嘅強椒，唔過薑是甜椒，因為我有可能係啊，嘅味道好比較嗆。青椒的味道好強，和甜椒是有甜甜嘛，豆沙甜甜。可是我看過一張報道，其實講因為甜椒係都青椒機改過來，所以應該是都你還有其他那種椒類的話，還是回到原來是青椒。是青椒好好。跟你有食過嘅純嫩的甜椒嗎？冇，咁很多純嫩，它還會出奶嗎？我咩同後生問題，我去買家我會驚，有陣時佢會發還冇看出來，叫佢底部佢會發家下面佢會純嫩，它是白色的那個汁，我剖開了皮都可以顯一張底，因為個白體咧啊，純嫩就白體咧。就你都平常做料理嘅時候，就直接去超市啊，又係市場買嘅甜椒，買咗嚟一打開嘅台就一個粗鋪片，就這出來就是兩塊體，用個啥？給非常平常吃。只有這方法啦，我特別如果吃甜椒的話，我是冇用煮，你是洗腸，可是我係做唔得春嫩啊，新鮮。春嫩個解嘅面哦。係，跟住塊體做唔得，就是新鮮感，然後佢洗好洗腸，然後還是切塊。洗對，係唔是煮哦，唔是煮，你只加一啲啲加梅子粉，就按用音寫，係是按用音寫，大腸按用音寫，這個難食煮出來就冇按那個。廣告。各位老師選雜糕冇？都唔是，全部是上，係全部是上誒，所以你可能有當鳳片。係啊，不過我兩片面有一個那個 recipe 那個，這是什麼食譜？剛剛唔可以講法語嘅食譜啦，講菜譜誒，菜譜可以講菜譜去咧，佢加非常高嘅上色，不過加所以是說嘅，因為我自己同學是個炒蛋。
该炒蛋也是做芙蓉蛋的时间哈，给蛋烘哦，加个甜椒啊，放个给含有黄色两种色，搁加上个豆油诶，豆油膏就懂好吃，还要做成糖醋的。哦，对，就变糖醋芙蓉蛋。糖醋芙蓉蛋，那一摆带来。好，安排都分太假。哦，就四种料理啦，就是。唔过咧，除太了到料理以外，吼，后生人都带啲，你合法地度嘅抢菜嘅名称都带用办公咧，你聊下闲聊下，等下转来去讨论嘅係抢菜嘅客家法了，动手嚟食菜嘅，你係乜嘅？怪，我嚇死你啦！用菜。啊，用菜，用菜乜嘅？用菜，B B 啊。好，欢迎大家多转来后生太上宫的现场哈。假如讲吼，你一团开始考太自家合法了，到底考买合法咧，就会考你平常时嘅抢出来合法。不过到你以前呢，赵峰我先来伊分享嘅菌棚菜系冇？菌棚菜，一开始讲乜嘅啊？菌棚菜。竹内菜啊。其實青島嘅講法啦，咩人講很多蔬菜，因為佢嘅件咧，入嚟從嘅蔬麻香樣嗰度很多蔬菜，你煮起來。一開始係長嘅嘛，係啊。不過佢傳授教法轉房，喺轉房以後咪有寫起來會有一些嘅附感嘅嚇。係，有一些嘅像嘅企業蛋嘅米絲，一絲絲嘅甜甜，一絲絲嘅叫味道。青島研究係煮湯不打爛，係強下人嘅食。加講到嘅菌棚菜，然後會搞嘅，先問一個老菌棚菜懂唱嘅，先看一下倆熒幕吼，倆先問理解好。呀，懂唱係咪马齿苋，方言都马齿苋葱冇？超，很棒哎！马齿苋。我記得佢買合法樓嘅菌棚菜，強用很多竹麻菜。對，竹麻菜、竹麻嫩。竹麻嫩嘛。對，竹嫩菜都做得。我原本以為你不會。喺度好搶吹嘅。係啊。不過一般人老菌棚菜跟馬齒苋都會咩搞唔清楚，因為真嘅食起來咩動腔，因為附感嘅梅頭啦。一般來講吼，像係菌棚菜啊，就會有一點腐，會拿來做西式的餡餅啊。就菌棚菜的蔬菜，你海條用的蔬菜，對，像這個馬齒苋啊，就很多竹麻菜、竹麻嫩，那海條用的竹麻菜，咁樣嘛。係，嘅附近有其他料理嘅方式嗎？蔬菜像頭擺我哋食嘅，直接是阿媽煮，阿媽是係用蒜頭仁，強下邊落去煮湯，很可能上是。會差唔多排骨啦，和蒜頭因為蒜頭嘅味道比較濃郁，係，其實會讓佢嘅腐嘅梅頭是會蓋過，和你像嘅竹麻菜，竹麻菜差唔多是係咩炒是涼拌啊，係炒是加到肉絲啊，炒妞，不愧是我們的人氣哦。第二個要問，可能平常動手嚟食菜嘅，你係乜嘅？怪。我看你有冇嘞？我嚇死你啦！用菜，用菜嘛該？用菜 BB 啊！用菜可以買東西哦。用不買嘢，用對嘢。用菜，口腔不要用對啊。菜，旺菜哦，有。很給我太對啦，係啊，真的是哈，你平常是動夾食係冇？會炒牛肉啊，也係炒其他嘅地方。空心菜，你合法很多嘛嘅，就係旺菜。一般人平常都不看，其實嗌就大槍生誒，大槍炒是當。對，大槍炒。係啊，用蒜頭。沙味去做得食咧。沙咧，也係用芡香誒，就做得食。好，還有其他的菜。看第三個有馬蓋菜，這個很難呢，對不對？這個跟某一個大陸妹很像。先來問台灣妹子，馬蓋菜 A 菜，馬蓋 A 菜還 B 菜，跟 B 菜，乜嘅？我係 B 菜咧，兩人都馬蓋 A 菜啊，馬蓋 A 菜，好啦，你都私廠烘呀，喺超市買的，它真的就是寫 A 菜，係嘛 A 菜嘛，但是 A 菜下包很多 A 菜，然後你抹死啦，圖形上搞一下，然後都抹嘅菜，抹嘅菜，唔係抹嘅菜，係抹嘅。
对，所有的莴苣类的在客家话都很多骂给，像刚刚那个大陆妹啊，大陆妹没骂哎，全部都很多骂给菜。对，所以这个 A 菜其实它叫做本岛莴苣啦。本岛莴苣，可以真是给名词很多本岛莴苣，就有一款都台湾莴苣，像那个大陆妹，还有其他的大陆妹会有很多福山莴苣，就按那给它名词，就按那样，因为我们平常不常煮嘛，对不对？你骂给菜啊？没骂给菜哦，骂给菜。罵给菜，罵给菜。係。三來碗條魚啊，罵嘅咩全好食。對。三來去做。三來清好食。嘅，飛機平常都用嚟料理啦嘛。同樣啊，因為基美豆少腐豆啊。係啊，腐豆，所以你炒改細節從愛，除了用改筍頭已爆香，就是你炒的時候蓋滴滴米酒，嗆它，那個味道就可以蓋過。我吃過呢。加一點。我真嘅冇吃過，因為我吃到倆麥菜哈，還有其他的類似這種有植物鹼的菜，有的植物鹼燙得掉，但是這種麥嘅菜你用砂鍋，它還是有一點點味道。我意思砂鍋本結醬。懂厲害呢，這好方法。係啊，對，我是吃那個像些野條啦，就是秋葵野條的上面燜嘅橘醬，燜橘醬，懂厲害。當然，俺燜下一個咯，這個應該很好認哦。你看加緊豐，雙倍就按呢插出來，這個應該趙峰應該知道。我弟啊，跟我想到嘅卡通大力選手。大力選手，但是普派啊，普派啊，選手。該猜。沒，我來送給他吃。你先講給他法語好不好？先講他中文法語。菠菜咩？菠菜哈巴呀，你嘛該？完蛋了。3kokok菜，你在 kokok 菜？那什麼？kokok菜。我就想 kokok 菜嘛，因為佢倆加的倆片啊，熱國，佢做很多kokok菜，真嘅。其實我們平常煮倆kokok菜哦，倆青島人會講會假設倆kokok菜，因為它有很多的草酸啊，鈣質跟草酸變草酸鈣。但是其實真的不要吃太多，因為這個我們的鈣質它會阻礙我們鈣質的吸收，哈，會阻它非常多的維生素嘛，會假設。不過有時候平常會怎麼料理它？我去加有時就會加給小魚乾。而且炒底很特別吧，但是很好吃，莫名其妙。飛禽平常是用擺來料理倆國菜呢？一樣用炒嘅，咪係炝炒。可是愛地哦，所有的青菜全部都空用，絕對不要用凍慢嘅火，溫度很高，那個是係該唔好，反而會讓幾個不好嘅物質會煮出來。真係唔安尼啊！哈，韓國你嘅凍到嘅菜吼，嘅件哦，你看中華會老。件拿出來講，一般的件種的是，係國菜嘅是做得食，而且國菜嘅件清好食，有營養，對，韓國清營養，而且加件拿來煮湯咩好食，真件我怎麼感覺好像今天在分享在食譜係啊，但你平常時不會攞給砂鍋嘛？所以你有一個一定要問大家，一定會的啊，對不對？至於。我媽解都唔啲，唔講我也就啲鹽水。對，鹽水耶。那種好營養誒。因為啊，給什麼個豬血糕啊，就清好是去愛放呀。豬粉版的。係豬粉嘛，愛放鹽水，還有鐵條粉。係，懂會生誒，懂好生，這麼按抽呢？你做得出去嘅。因為那是生意黑，我就本飲食。哦，原來。其實懂你係鹽水誒，然後給香菜會。搞不清楚，海體烘哈給香菜是一個總稱啦。不過這種菜，你發音很多元水，或者你下發沒有很多鹽水，你後頭發沒聽到啊？鹽水，對，鹽水。你平常時都我不會談到，香菜，最常看到是什麼料理？什麼大腸麵線？好可怕，灑滿鹽水，一聽愛變鹽水。我懂唔敢食呀，我冇一講，對不對？貢丸湯沒冇？對，其實這種香味是一種，我覺得有研究表示它是一種那個基因啦，覺得有人懂講那種嘅香味係因為佢基因嗅覺基因的問題，它會聞起來懂像茶谷米。你都有人知，要從茶谷米，我細時就懂講起，我聞起來像那個。
奇菜的味道。奇菜的，因为大白有个奇菜，可是吃到哦有个奇菜的味道。那这是个东江是盐水，因为佢批出来像奇菜的味道。真的哦。我也觉得我小时候是怕它，但是长大懂好生哎，黑唔黑？黑唔黑矮啊，黑矮嘅朋友用嘅。用白。因為青島人唔好食鹽水，咩咩強鹽水嘅味道嘛。唔過我有朋友，因為家嘅男朋友佢有請好食鹽水，嗰時候佢就去家嘅男朋友佢去食飯，佢有一套料理，就係一套料理是什麼？就出菜啦，有啲出菜。就係規盤嘅都係鹽水。好可怕！規盤嘅都係鹽水啊，灑滿鹽水，滿滿的鹽水。佢要溫埋一種冇。你就冇通清楚叫滿嗌咗，唔過規盤全部鹽水就係唔講嘅男朋友嘅阿妹嘅阿姨，要請嘢時要都係男朋友嘅阿妹嘅阿姨啦，男朋友嘅阿妹，嗰時人嘅朋友係喊佢阿姨嘛，嘅阿姨要請嘢時要加半幾時加半幾，而是要一盤，係啊。都係新馬嘅料理係灑滿。可能等下大條問一下嚇。不過牙嘅朋友唔好食鹽水，係唔過味道男朋友味道愛，為了愛嘗試自己不敢的部分，這是一個愛的力量，真偉大。上一盤要吞下去，上一盤要吞下去，哎呦，反覆在這邊。對，不過牙朋友可能懂有禮貌誒，唔敢喺人家面前盤出來，是不是？不過厝體了掉嘅，剛剛講到了掉搶菜以外，平常時吼，你可能會懂好食一條搶菜，你等下轉來張哥來分享，都得平常時，你好食嘛嘅搶菜，韓國懂得嘅搶菜，大多果汁，大多蔬菜汁，咁做得食，你等下轉來張哥講了。還要再加一點鹽，你知道嗎嘛？個微鹽，給鹽咩？保水係冇。咩滷搶菜用誒，是幫腳消毒。你在看電視的時候就開始。用腳去弄啦。係啊，把咗個，即係扔嘅，即係生啊。泡菜，佢有咩用腳？做嘅鹹菜館，咩叫用喺安尼做？而家菜先唔記得，嘅鹽係拿來幫腳消毒。哦，歡迎大家轉到你後上泰山嗰個節目現場哈。剛有講到很多不愛吃的蔬菜嘛，一開始講到青豆嘅搶出來，唔過你哋哈，懂得搶出來有懂得嘅形容，像係乜嘅，我們第一名最營養就係鳳番薯，鳳番薯，第二名就係大家啲哈，懂形容嘅就係鳳菜頭。對不對？紅菜頭大家有很討厭吃嗎？我自家細個時節都唔好食，唔過大個時節就上愛食嘅啦。就我細個時節唔好食嘅鳳螺皮嚟嘅時節啊，我就會本我嘅阿姊說：阿姊，你細土嘅本唔食按樣。後面我媽媽啲講我唔好食，因為當營養嘛，而且我攞佢用一種方法，咁種係濕濕嘅，攞啲米絲，攞啲濕過，就冇米絲嘅。鳳菜頭係煮熟來裝冇嘅，米絲啦。冇錯，韓國叫假亂變成紅蘿蔔煎蛋。哦，好食，懂好食，懂好食，炒亂清好食。唔錯。子瑜是欲言又止，會想幹嘛？都帶上個鐘啊？冇啦，其實從我太好嘅時候，我就是上去果汁店，我就留嘅條架講，我係食嘅鳳螺皮嘅汁，我唔是假糖，唔是假糖，要燒土嘅，唔真係土嘅，唔上燒土嘅嘛。嘅燒鳳油嘛嘅，當定然鬧嘅菜。係啊，上頭就強用啊，細細個下係咩會散啦。反正最討厭就是爸爸種的菜。爸爸種的菜，咩？啲冇強用，啲係愛嫌散沒有？我爸就產生了父愛，就整個菜園沒好，就全部種嘅胡蘿蔔。鳳菜頭貴天難，貴福田就係鳳菜頭，呀就快了，呀就鳳螺皮煮湯啦，你叫我乜嘅鳳螺皮卵，鳳螺皮炒卵有兩種，一種係濕嘅，一種係糟嘅，就鹼呢，就像蔥花蛋咁咧，然後還有一種係濕濕嘅，嗰種蛋嘢都係鳳菜頭。就不給滴豆，你知嘛？就不給滴豆以後，就全部就怪中了。爸爸真的好有父愛哦，給他拍拍手。不過也知誒，吼，我哋下就懂好誒。呀，他懂好是鳳菜頭，係被治得好好的。呀，真認懂吼。不過其實你廿個都懂下你字數嘛，懂下你聲嘅啲，呀真認懂人樣。不過咧。
佢唔好食就會邊貴邊貴，就會變動到嘅風範，比如講，像迄家自己講到嘛個鳳螺胚的，鳳螺胚這不加糖，我這不行。咩做唔得？不是我嘅莫做清後。真緊可能是這樣，真緊啊，可能因為鳳菜頭就會有除了貝塔胡蘿蔔素，還有那個花青素嘛，因為花青素會顧眼睛，可能你覺得這時節是青豆嘅鳳菜。因為這個時節嘅嘢，我就講聽說愛食鳳菜頭，因為也冇主張為真緊，我就裝嚟看電視。花青素係發菜咩油係嘛？發菜咩油？東豆菜其實都有青豆跟花青素。不過我們要真的要多吃蔬菜，補充花青素。就算現在可能了它冇救誒，不能回到以前，至少不會讓它個惡化落去，不會讓它惡化，係唔係？剛講到我真的除了加蜂蜜以外，其他都不行。他一般都得看他試看奶啊，做唔得，很愛去洗下邊，我真的不行。係啊，知道你這個嘢 sell to 嘅啦。不過你其他還有 T3 名、T4 名，剛剛講到前6名嘅最人用 T3 名、T4 名、T5 名有芹菜、吊菜，還有蟹梨鳳。哦，我就最唔好食蟹梨鳳。做乜解呢？他運動好食蟹梨鳳嗎？有怪咪西啊！你妹長得怪怪。應該是外面它蟹梨鳳都在上東用嘅咯。就係有一種菜，會拿來炒豆腐乾、糕肉。哦。會加一些辣椒誒。辣椒誒。它是連它蟹梨鳳，它提都用芥菜呀、係小松菜去做，去代替它。故作蟹梨鳳會拿來醃個油菜啊、蘿蔔啊、芥菜啊，就按到蟹梨鳳。頭白嘅小鳳，阿爸沒有裝，哎呦，嘿，你這時間就動腦食蟹梨鳳，而且是唔會啦，不過我有參與製作過程，你知嘛？因為佢滷好以後，佢喺滷過嘅菜都係不用它久。cái菜咪後面一條一條的嘛，哈，青菜一頭一頭的，它那個地哈地唔好攞去煎下去，要留定係嘛？要留定，然後整株按嚟洗槍以後咪哈，一頭一頭的先撒鹽巴，差唔多3、4頭以後按嚟一洗擺，哈，啊佢如果鹽以後佢會變軟，會出水，好，會出水以後就按嚟反過來就轉半圈大炸。以後攞個水吸出來，這樣就一小把嘛，哦，一小把，差不多累積個5、6把以後咪哈，就拿在鐵盤嚟總等。關鍵是個它咪好，哎，還要再加一點鹽，你知道嗎？嘛？個微鹽，cái鹽咩？保損係冇？唔咩滷鹹菜用誒，是幫腳消毒。對，跟鹽油嘛，跟腳帶而且手誒，兩腳粗，嘿，先幫腳消毒，以後在你在看電視的時候就開始用腳去弄啦，嘿，把就講，去給它弄，去給它生哈。泡菜，看有沒有用腳？做嘅鹹菜館，咩叫用喺按嚟做？而家查一些唔記得，跟鹽係拿來幫腳消毒。對，係啊，其實你剛剛講嘅蟹梨鳳係一日出菜啦，它不是一個完整的一種固定的青菜，係一種料理，料理嘅方式。故作，大家如果當到嘅搶菜都做得去滷，變做嘅像係芥菜啊、泰菜啦，你講泰菜，像係芥菜，還有嘅，剛剛有講到嘛個小松菜，小松菜咩做得做雪里紅，故作當到攞去滷過，其他還有嘛個關鍵有嘛個好食嘅搶菜，你都講唔好食，有2種。第一種係玻璃菜，玻璃菜青豆年好，係啊，一定好嘅。係啊，第二種係個番薯葉，番薯葉，阿婆煮番薯葉嘅時間，我叫煮2盤，好，第一盤係大家是第一盤係外間嘅，只有外張做的是，番薯葉煮同嘅青好食。唔講好愛食噶，番薯葉應該佢有當到品種嘅，大半愛爸爸都買到嘅東富嘅番薯葉，食到會有一啲咧像植物鹼的味道，愛真係動腦食。跟有可能係專門大番薯，結果嘅番薯專門大番薯嘅嗰種番薯葉就較冇好食，係專門食番薯葉嘅番薯就大丟丟嘅，臭臭嘅。暗啲其實是從那片老你買到嗰種有植物鹼的番薯，哦，這個呢大伯時候大伯就懂甘苦，吃到會懂，很想要哭。太便宜啦，佢太爆炸式口味。係啊，麗家有什麼愛吃的嗎？對，最好食嘅應該就會苦瓜。
没错，副瓜是因为第一名。那个苦爱吃苦美人哎。你其实奶这个时间唔好食，嘿，后面我妈妈还有爸爸讲。吃副瓜就代表你人生做唔得食副，哎，这样不行了。吃苦。哎，古上俺就知道，哎，我要跟他们说我可以吃苦，俺就必食副瓜，就懂好食嘞。跟最好食嘅副瓜料理系嘛？就会卖副瓜炒含乱，都在快炒店叫什么金沙苦瓜？对，那个都好食，流沙，好像流沙苦瓜吗？没刚才有讲啊，那绿色的那一种啊，山副瓜跟含它副哦。哦，有讲买都有嗌較好食拍色嘅人，唔過山副瓜未做的。哦，還有唔知大家有食呀冇？副瓜鳳梨那個雞湯。哦，有。鳳梨啊，副瓜鳳梨雞湯啦，都好食。我這個都煮嘅排骨，一般因為煮嘅副瓜排骨湯嘛。不過我這個就有常識，加是有鳳梨，就會加兩碟鳳梨落去，嘅副瓜就會變較甜啲嘅。就唔吃嘅湯嘅時間就吃到，人生冇按感，就覺得會這樣，係唔係？還有，你好食拍色還是強色？我好食拍色嘅。剛下就講強勢較富啲，唔講嚟做山苦瓜，其實涼拌啊，咩當好食。真嘅，白玉苦瓜涼拌，我這個不靠，因為有做嘅酸梅，這個滷嘅酸梅，就會拿來做涼拌。然後嘅白玉苦瓜，燒個嘅濃啊，然後熱睇，燒個嘅濕過後，就直接拿來涼拌，有甜的。酸的，那個都好食嘅，真嘅，都是有，其他都是都有。除咗那以外，還有什麼其他好食嘅？但係應該就會發菜啦，花椰菜，花椰菜較多蛋白質咩？冇啦，唔係啦，因為我做發菜後，其實濕啊，然後換嘅調油就當好食做一菜。冇換咩做得食，不過佢濕做唔得濕調油。因為這種就算是葉菜類也不行。唔講係都穿好濕，但係佢營養會流太起哦。給古時你都冇食到搶出來人，真嘅冇食到搶出來。你老搶出來人流來煮太起咧。難怪你吃到都好食。你是來做花椰菜這家煮湯咩？好，帶到去煮到綿綿，咩當好食。係啊，煮到綿綿清好食。而且營養不會流失，我湯我食睇。可能會散逸啊。真係，唔過真係我哋殺過，唔過做唔得濕調酒，湯啊，冇本意那個。不會燒開軟就好，對。但我覺得花菜真的很難煮到透，對。跟小鳳會唔會看到青島人噴蝦嘅濃咗嘅菜？哦，其實凍到嘅一個乜嘅，而家條成個大白菜，包心菜，嘅包心菜其實從係凍烤啲冇，係，因為甜甜嘅啊。嘅有機農夫咪好，種糧咪好，真係係個學問嘅，叫我留意。菇都按後生沒哈，要在蟲要吃它之前把它包起來，讓它吃不到。cái凍難呢，包心它凍到蟲嘅好食，凍到蟲嘅。所以嗰個凍到頭擺嘅農民哈，就會一層一層嘅攝肉嘅，嘅肉嘅最凍昂，攝到最硬，全部包起來，全部都係半嘅農肉嘅包起來，真係凍定嘅。唔過你下係有機農法嚇。越來越多了，它種植的方式它進步有進步啦。跟附近吃卡好是蠻個搶出來呢。其實全部都是啦，不過好是該從李家頭先講副瓜來弄好，不管是嗆改、拍改，那全部都是。剛頭先講副瓜煮湯，撈到鳳梨嘛，該鳳梨就係一種。醃過的，對，滷鳳梨，係滷過嘅鳳梨，佢很好香，因為佢滷嘅鳳梨啲味道要透絲，哦，要透絲啊，所以你嘅湯基本上唔是調味啊，有煙香嘅有嘅黃透嘅啊。係即係透絲啦，那講嘅係烏透絲，是用嘅烏透絲滷嘅鳳梨嘛，對，然後加在那個湯裡面，你基本是調味料其他都全部唔是。又係加嘅鳳梨湯，還有另外一種其他煮法就會
假使你真紧吃到嘅副瓜嘅富米冻，从做嚟加嘅小鱼干，跟小鱼干还有头丝，用它煮，还给它梅头就不会咸的，就会被盖住，它的味道就会比较淡。那有用空肉啊，又用嘅副瓜用它煮，给头有嘅米线啊，嘅副瓜面唔会腐腐嘅。不过俩它就会问应该太改问题哈，还有果汁啊，蔬菜汁。蔬菜汁跟果汁，泰嘎做的加出了冠军。那做唔得结束呢？为什么？因为菜嘅米絲啊，感覺果菜汁係麼？不會問題嘛？給便利商店買嘅果菜汁。便利商店嗌就買。甜甜嘛。然後關權共用啦。嘅種用唔同嘅，一條係嘅果汁店嘅。如果現打的果汁，蔬果汁便利商店嘅太快就會賣給濃縮的啊。哦。給韓國小朋友嘅獨門的。副瓜加多多係冇？副瓜因為當副嘛，然後佢喺生嘅冇濕過，生嘅直接打成果汁咪吼，不是唔容易，就差唔多1杯啦，然後1/3是養樂多啦，加1瓶那養樂多，唔過嘅渣要把它濾掉。哦，渣要濾掉，要不然吃乾它沒有，不會再全部都那個副瓜婆啦，係唔係？係啊，婆啦高麗體。不過，你像假使冇水後啊，水果放嘅時間吼，就會上個頭誒，給吃副瓜同下火，真的很降火同下火，咩同推？係啊，同推火同下火，給你家咧。感食大多，我唔敢食，我就從關權共用啊，我同好食嘅破米啊，一條便利商店買嘅東西。唔過呢，就像現代嘅果汁吼，蔬果汁我就做唔得。有一擺想來嘗試看啊，我就吃到一定就想來 L 你啲嘛。很像在喝精力湯係真嘅，做唔得。精力湯係冇。我見每人真嘅動感家大家來分享，自家當好食嘅搶出來，還有當唔好食嘅搶出來。其實最重要。感謝今日大家提供眾多嘅食譜，本天師級挑戰嘅觀眾朋友來參考。你唔好食嘅搶出來，其實咩有當好食嘅料理嘅方式。你阿平我老太家講吼，根據你嘅網絡上嘅調查結果有顯示吼，你人嘅愛食3種嘅搶出來，2種嘅果汁，大家有食到嗎？沒有，好，大家都很不健康，但是今天開始回去喝蔬果汁就有誒，係唔係？因為你假使吼，這樣搶出來果汁模式唔拉，嘅維生素啊不夠，或是其他的那類黃酮唔拉時，你身後嘅眾多嘅慢性病啊、慢性病就會出來。希望大家加多些搶出來果汁咯，今日當歡喜大家來分享咯，希望天師級挑戰嘅觀眾朋友。我唔記得下禮拜強一個時間繼續來收看你嘅後生太上谷，要把太家講，再來聊聊，拜拜。